好，即摆迄个小朋友要转去坐伫咱爸爸妈妈的身躯边吼，所以咱爸爸妈妈爱留一个敲一个位吼，囡仔坐吼。小朋友带着你们的主日学周报哈，到爸爸妈妈的旁边坐着哈。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13章31节到35节，以及约翰福音书19章第9节到17节，白话字圣经第220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约翰福音书13章31节到35节，第31节已经出去。耶稣讲：当人子得到阳光，上帝也伫伊得到阳光。搁上帝要伫本身阳光人子，也要两边阳光伊。细囝啊，我还有条仔久甲恁伫咧，恁要找我所去的所在，恁袂到。我捌甲犹太人讲，倒也安尼甲恁讲。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续接是约翰福音书15章9节到17节，第9节，我有听恁，亲像爸有听我，恁着踮伫我的听。恁若守我的诫命，就要踮伫我的听，亲像我有守我的爸的诫命，踮伫伊的听。我已经用这个甲恁讲，要互我的欢喜踮伫恁，也互恁的欢喜满满。恁着相听，亲像我有听恁，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献性命，也无有比这个较大的。恁若行我所命令恁的，就是我的朋友。当了后，我无叫恁做奴仆，因为奴仆毋知伊的主人的所行。若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因为我对爸所听见的，拢有甲恁讲。毋是恁经我，是我经恁，搁说伫恁，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伊就互恁。我用这个命令恁，是要互恁相听。以上。请本堂老传道来讲道。题目是尊传爱心第2讲，一条新命令。尊传爱心第2讲，一条新命令。兄弟姊妹平安。拄则囡仔咧献诗时阵，我看到足侪父母的面是笑容，拢袂记咧迄种幼稚囡仔辛苦。这就是母亲节，上帝予咱的真大的祝福。一条新的命令是一个新的祝福，要宣示予咱。透过应验传道，要予咱有应验的一个命令。咱今仔日就学习来领受这个福气。伫咱教会中间5月拢是伫咱的这个灵命的操练伫咱中间咱要来学习耶稣予咱的大诫命，就是要予咱来听上帝，甲听人。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工简单来讲，有人若甲你问。尤其是咱遮足侪小朋友，人若甲你问基督教是啥物，敢若会使一字来表达，迄字是啥物？爱，是的，赞。若2字咧？仁爱，赞。搁有2字？关系，有人讲哦。所以今仔日咱要看上帝对咱的听，敢是理解共款。恨的是啥物？咱的来迄个关系。若4字合做啥物？彼此相听，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相害，好吗？所以我们要正确，咱来正确来学习，啥物是听，啥物是完全顺全的听。保罗1章甲50，安尼甲咱讲，若是诫命会将
终极是仁爱，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甲无通嫌无通嫌的这个良心，甲无假的信心生出来的。这句话，保罗迄个时代是啥物时代呢？迄阵伫提摩太，伊交代提摩太讲：我甲你讲，你来，我甲你讲，这个时代有假的迄个教师，讲假的教训。安怎讲假的教训？就是虽然有听，但是这听安那无完全，互人听落安那乱糟糟，无彼此合一的团契，无听的团契，反倒转伫遐咧牛向大向细，反倒转伫遐分裂，无彼此造就，无伫听的团契中。所以提摩太受到保罗家教导，讲你来传正确的听。这个时阵。主耶稣嘛，透过咱属灵的长辈，就是保罗，咱要来安尼啦。透过咱教会，一直伫即个有2011年有清洁的心思，伫2012年无假的良心，伫2013年伫无假的信心，甲顺转的疼心，也是2014年。你若是甲我同款。过去无参与着，免烦恼。咱还阁得着伫2014年牧师咱地牧师拢会真来甲咱说明真清楚。你若当礼拜有来的人，你就知。后礼拜还阁来牧师会慢慢阁甲咱讲即个过程即个是足重要的哦。安怎足重要？就是每一年咱的心思有当时会变会。互即个患难，也是一个艰苦代志来影响，咱需要搁一遍来被重建，互咱拢会当真做心灵会当健康纯全疼心的基督徒。所以伫2011年的时阵，咱来学习迄阵咱学习清洁的心思。心是一个人即个咱所真重要的所在。咱伫个咱的心若是犯罪，咱就无信，无信是安怎叫做无信？无信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本来是我该死的，是我犯罪，总是耶稣基督，伊十字架顶，伊保护替咱死，救赎咱，互咱搁一遍的机会，重新再来，重新再来，就是主耶稣互咱的这个福气。你有信无？你若有信，你会当有清洁的心思。咱的这个信心有当时会变化，亲像大饼。大饼就是伫个本来真有信心，行道嘛真好，总是安那可能中年痴呆，目睭可能四界看，去看到无应该看情欲，总是伊安那反悔。伫即个咱真歹势，真小举，咱透过伫个井边妇人，误会丈夫伊安怎真感觉真歹势，伫透中昼去请水，总是主耶稣会听。甲伊讲，你若无搁还，我就接纳你。咱人的罪性，嘛会论断人。约瑟安那叫伊的兄哥论断啊！做一个梦、两个梦就不得了啊！啥？你叫阮恁这长辈拢安那拜你，所以就你要安那骂。人的意思是歹。人的意思是彼此伤害，这是人的本性。总是，你若相信一位听你的主，你信心若有够，你有清洁的心思，你有无亏欠的良心，你有无假对上帝的信心，上帝会严于冰心，会逆转胜，会互人原来是歹的，变做是对你是祝福。咱看到约瑟就是安尼，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世界可能是亲像咱所想的，彼此相听，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害。不要担心害怕，神可以把这个害转换成爱，转换成祝福。我们怎么做？怎么得到这个祝福？这个祝福是真的，这是完真的。你只要愿意
你要愿意遵守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唔是要叫你，唔爱互你心所愿的，唔爱互你得到，唔是。这个命令是要互你心所愿的生出来。安要讲，这个心所愿的安怎来生出来？唔是靠你家己听的心。所以2012年，咱的训练5月时阵，就是讲无亏欠的良心。咱就是牧师讲着讲，咱若信主了后，咱会去拄着啥物？当礼拜真侪人受洗礼，伊可能爱拄着的是啥物？祭面。伫迄个时代，嘛是咧讲，人祭拜过的物件到底通食毋通食？这拢上帝赏赐，他也毋通食咧。总是你若互人滑倒，就毋通食哦。所以这是一个良心。良心就是一个敢若侦测器，在你的心内。你若是得罪上帝，伊就打，敢若你厝内面有烟，迄个警报器就打。迄个时阵，你来紧来看，发生任何代志的时候，你来看发生什么事。请注意，不是别人怎么了，先爱看啥？我怎么了？好吗？如果你的良心不平安，这个心内的这个警报器一弹，咱就爱看讲我怎么了？2012年，咱敢会记哩？同款5月的时阵，咱的灵命操练的时阵，咱为了一项代志来祈祷。什么代志？咱会记哩咧？甲我有关系，就是咱为着迄年要申请青年团队来祈祷，恳求上帝赏赐，互咱家人教会合宜合上帝心意的青年团队。我要也知影地牧师分享，咱的心意是要爱一个查甫要爱个安那少年的吼。我嘛真少年啦吼，我比地牧师较少年啦吼。好，咱个爱安那，可能安那这真有活力的。真身体健康，会走壮的对吧？吼，团队虽然走袂紧，总是我的心嘛是真安那狂野请来了后发现安那，咱去人生祈祷啦吼，听讲禁食祈祷对吧？吼，有参与的拢有分哦，对，你看我拢有分对吧？你有祈祷，总是7月来的时阵，一公布头一个，敢查甫的？毋是啊。咁少年呢？肃清长老一看，哎哟，因囝已经大学都要毕业啊，无到老酷酷啦，无但是真活啦吼。搁一项，我头一天来，我就甲地牧师讲，我的先生讲，一定爱甲你讲，牧师，我小儿麻痹，小儿麻痹恁知无吼？就是走路不方便。我真感动。牧师心无平安，有蛋啊，小可蛋，听讲困袂去啦。我毋知这是小可啊大蛋安尼。总是伊讲一个比喻，我真感动。伊讲咱祈祷半工，佫禁食哦，吼，来，敢若讲咱祈祷上帝赏赐我，等一个母亲节大餐，祈祷煞捧出来讲安那即型的。我真感谢地牧师所带领这小会员，甲咱正兄弟之类，来的是安尼这种款嘛吼，总是咱接纳。咱若心内淡的时阵，无平安的时阵，咱就到上帝面前。咱是毋是对上帝有信心？牧师伫教导旧年讲，要未看见，就安那，未看着囝，就安那相信。上帝要互囝坐坐，迄看着足歹。那12个探子去迦南地，10个去，12个去，10个看讲土迄较悬，咱哪会赢伊倒啦？干咱2个，或者啥物，加勒甲啥物，约书亚，惊上帝，咱有信心。搁咱伫希伯来书，咱嘛看见真济，即个信心的用词。互咱真侪证明，讲咱信的是真的，无虚假的信心是生出来，安怎生出来？亲像啥物？牧师讲，耶稣讲，亲像一个啥物挂菜机，亲像
甲母，伫谜团内面，伊安那会碰起来，这个影响力足大。我猜这个影响啊，搁较大，毋是家己长大成长尔，伊搁祝福着别人，祝福着遐个鸟会当飞伫伊身上。安尼，清气的心思，甲无亏欠的良心，甲无虚假的信心，生出来足自然的，足自然的。因为咱是甲主会听来结连的，亲像顶礼拜我所讲的。咱有能力来相听无？有啊无？有啊，介细声呢。咱有能力来相听无？感谢主，而且咱生出来，总是咱有能力啊吼。你袂甲有名嘛？你袂，这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若是要害你吼，你就唔卖啊。但是这个命令是要祝福你呢。祝福你敢袂？我甲你讲，3更半暝嘛，透暝嘛要去掠，是毋是？今仔日母亲节就是要祝福咱这个，咱若行出这个命令，上帝就祝福咱。所以咱这个要彼此相听，是毋是一个选项呢？今仔日上尾咱就知，这个祝福是毋是你要爱伫的？后礼拜要讲听这个咱的仇敌，咱相听的准则甲程度。上尾一个爱是纯全完全纯全的爱。好咱听公完当礼拜讲是对上帝来，所以伊听，咱有能力归属相听，咱敢会使无听？咱若无听会安怎？传道先甲你讲，无听你就无菜安尼尔。若较严重一条，就是臭气啊！哪臭气？等一咱来讲一个例。好，咱听是啥物？咱今仔足侪小朋友伫咧遮，甲咱斗阵做礼拜。爱是什么？爱是什么？我们看彼此相爱，我们要怎么样来体会爱是什么？爱是用来体会的。我们要来看这一个故事，它告诉我们什么？请我容允我讲华语，因为咱遮一个真侪小朋友，请放音乐。苹果树。从前有一棵树，他好爱一个小男孩，每天男孩都会跑来。他收集它的叶子，把叶子编成皇冠，扮起森林里的国王。男孩会爬上树干，抓着树枝荡秋千，吃苹果。他们会一起捉迷藏，玩累了，男孩就在他的树荫下睡觉。男孩好爱这棵树，好爱哦，树好快乐。日子一天天过去，男孩长大了，树常常好孤独。有一天，男孩来到树下，树说：“来吧，孩子，来，爬上我的树干，抓着我的树枝荡秋千，吃苹果，在我的树荫下玩耍，快快乐乐。我不是小孩子了，我不要爬树跟玩耍，我要买东西来玩，我要钱。你可以给我一些钱吗？”真抱歉，树说：“我没有钱，我只有树叶和苹果。孩子，拿我的苹果到城里去卖，这样你就会有钱，你就会快乐了。”于是男孩爬到树上，摘下他的苹果，把苹果通通带走。
树好快乐。男孩好久都没有再来，树好伤心。有一天，男孩回来了，树高兴得发抖。他说：“来吧，孩子，爬上我的树干，抓着我的树枝荡秋千，快快乐乐。我太忙了，没时间爬树。我想要一间房子，保暖。我要妻子、孩子，所以我需要一间房子。你可以给我一间房子吗？”我没有房子，树说。森林就是我的房子，不过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去盖房子，这样你就会快乐。于是孩子砍下了他的树枝，把树枝带走去盖房子。树好快乐。可是男孩好久都没有再来，所以当男孩再回来的时候，树太快乐了，快乐的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轻轻地说：“过来，来玩啊！”我又老又伤心，玩不动了。男孩说：“我想要一条船，可以带我远离这里。你可以给我一条船吗？”砍下我的树干，去造条船吧，这样你就可以远航，你就会快乐。于是男孩砍下了他的树干，造了条船，坐船走。树好快乐，但不是真的。过了好久好久，那男孩又回来了。树说：“我很抱歉，孩子，我已经没有东西给你了。我的苹果没了。”孩子说：“我的牙齿也咬不动苹果了。”树说：“我的树枝没了，你不能在我上面荡秋千。”男孩说：“我太老了，不能在上面荡秋千。”树说：“我的树干没了，你不能爬。”男孩说：“我太累，爬不动。”树叹了口气：“我很抱歉。”树说：“我真希望能给你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了，只剩下一块老树根。我很抱歉。”男孩说：“我现在要的不多，只要一个安静可以坐着休息的地方。我好累，好累。”好啊，树一边说一边努力挺着身体。正好老树根是适合坐下来休息的。来吧，孩子，坐下来，坐下来休息。
这就是爱。上帝透过大自然，透过给我们的母亲，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这本绘本非常适合在母亲节。照顾你这一位或许不是母亲，但是她像母亲一样照顾你。今天母亲节，你已经表达你的爱了吗？上帝的心意是爱，除了透过大自然，他要人怎样彼此相爱。爱的情况就像这里讲的，讲安那，讲豺狼要甲羊仔三角大，爸甲羊仔要三角倒地，牛仔甲细只的屎甲肥的精生要甲细汉囡仔，互伊来看，这就是一个疼的世界。耶稣伫上尾的晚餐，伊安尼讲，有一条新的命令，就是恁爱彼此相疼。彼此相疼，是一个真古早的命令，搁较应该讲是一个永远永恒的命令。安怎讲呢？咱若会记哩，伫旧约中间，伫利未记遐嘛有讲过，伫申命记嘛有讲到，讲咱爱安那尽心尽力尽意爱上疼上帝，搁讲到咱爱彼此相疼，疼人亲像家己。安尼，他会讲是新的咧，所以咱爱知，咱就知，这个新的命令毋是时间的前后，这个新的命令是讲耶稣伊家己，这个意义上要更新，安那更新，毋是讲尔，因为这句话是伫耶稣上尾晚餐，犹太已经要卖耶稣出去啊，伊才甲正伊的学生讲上尾。因的命令就是祝福的命令。但人子已经得到荣光，上帝也点伫恁上帝也伫伊得到荣光，搁上帝要伫本身荣光人子，也要怜悯荣光伊。所以耶稣就来宣布讲：我用新的诫命要互恁，就是恁着相疼，亲像我捌疼恁，恁也着安尼相疼，恁相疼，众人就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所以耶稣佫宣布讲：恁安那着相疼，就亲像我疼你一样。这是我的命令。这新的命令意思是讲，耶稣伊家己先为咱死，伊先疼咱，咱就伫后壁对。你有对着无？你若对着，祝福就对你来。彼此相疼的标准是啥物？耶稣讲咱彼此相疼的标准，当然就是亲像耶稣讲的，亲像我捌疼恁。恁也安尼相疼，亲像我有疼恁一样。耶稣安怎疼咱？疼人到底，一点仔都无留，疼人到这安尼的程度。离开这世间，规地白的时刻，已经疼伫世间属伊的人，到尾也疼因，为咱来陪命伫煞接伊就做咱的模样互咱会当来跟对伊的脚步。咱看起即个疼的模样咱就来对伊，人就知咱有疼的记号。疼的记号就是人本来毋捌上帝，总是伊会当透过咱来得到主耶稣的疼。安怎讲呢？伫今年中间有一个所在嘛有疼的记号。这个所在是伫个东部，台湾的东部的一间教会。这间教会迄个牧师去的时阵，迄间教会有几个人？7个，完全啊，足完全的数目，7个人。这个牧师去了后，开始做课后辅导班，做课后辅导，开始渐，即马到偌济人？140，所以是几倍？几倍？20倍，你们算数比我好。刚才传道算200倍，传道还是会计系毕业，会计系就是快忘记这样。这间教会真互上帝祝福，因做人看袂到，人敢真的看袂到。这个乡镇的人拢看到，知讲有一间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疼的记号。人因毋捌，因无死。总是因伫十字架上看见这的人所做的，就是疼。所以伫今年
这个农历的过年除夕中午的时候，这个牧师他家的门这样被敲了。哎呀，谁呀谁呀谁？谁要进来了？像，已经要过年啊！是什么人？弄门弄到这么急。哎呀，这个请问内面呢，住伫内面呢？牧师，你敢会使开门？我是咧卖鱼仔的啦，菜市仔卖鱼仔。哦，我听讲恁遮吼足有疼心的，我敢会使拜托你？吼，我遮吼规箱的鱼仔，你敢会使分互遐个较家庭较无好势的，就像恁遐个学生一样，敢通？已经就要过头哦。哇，这有时间性的哦。鱼有时间性，新鲜好吃，受祝福。放久了会怎样？烂掉。如果你今天下午没有好好赶快处理掉，过了年，这个就烂掉。你有没有领受神的祝福？你有放着烂吗？还是你分享出去？这个牧师赶紧放下手边所有的要过年准备的东西，2条鱼，用报纸赶快包着，然后发送给每一个需要的家庭。伊对上需要的家庭去送两个。有一个家庭，伊唔是真好个，因为伊受帮张，收到迄两尾鱼，哎呦年年有余呢，这祝福偌好咧，较紧，这祝福爱互啥？分出去啊！人分互咱就安那爱分出去，两尾伤济，年年有余，一尾就有够。较紧摕一尾送隔壁，送隔壁，所以隔壁收到讲，哎呦，那遮好！我甲你讲，这毋是我家己的，这是安那教会的人安那讲头前的故事，我要送。过完年了后1礼拜，这个牧师阁有人来弄伊的门，哎呀，是啥？换一个地啊，毋是真好看的地啊。讲牧师。我知你毋捌我是恁迄个学生的什么人的隔壁，因为你安那，你送伊2尾鱼，伊佫送1尾鱼互我，我感觉咱吼即个乡镇足亲的啦，我足爱安尼。我讲我听讲恁要建堂，我吼，即个礼尚往来啦，祝福恁啦，一个不像样子的袋子。牧师想讲礼尚往来，可能送虾啊，是送啥物？菜，因种的菜，计出去了后，就甲拍开。顶头有一张纸，写讲我知影恁要建堂，我敢会使捐互恁钱？这是我淡薄仔心意。哇，拍开看，新台币，新台币懂吗？好，算，哇这，甲这有关系。7000吗？再多一点，700吗？再加一个0好吗？对，1条鱼多少钱？哎呦，这是什么鱼这贵啊？这是祝福的鱼，这是甲听分享出去的鱼。团队来到这边2年，应该算有人有前辈比我搁较久，我真感动。嘉南教会就是一个听甲分享的。当礼拜咱才有一个信用个别一个青年，伊来到桃园，伊就是想要找一个会当分享听的教会。伊感觉咱这间教会就是做社区，甲听分享给别人的。伊就入来，伫咱中间要做阮的同工，青年曙光的同工，伊就是要来看讲，你们迦南教会是玩真的还玩假的？来几啊年啊佫伫个才结婚哦。当礼拜才讲好决定，我也要跟你们一起，我也不要说你们教会。从上个礼拜开始，他说我们的教会迦南教会，咱的教会是安尼听甲分享，加倍上帝咧祝福咱。伫今年好会团队佫较感动，咱有一条决定，伫母亲节到父亲节的时阵，本来咱拢有礼物，一个人拢几百块。即摆几百块，毋知会使买啥。但是咱的心意是啥物？咱要甲这个钱拢总捡起来。伫50周年的时阵，咱诚做嘉南教会50周年来迎供上帝，互搁较侪人知影咱教会是要帮助弱小教会，是要帮助有需要的人。
咱这几百块啊，会变成完全的听，会变成别人完全的祝福。无一个人反对，何会想无一个人举手讲，我反对，我母亲我很伟大呢，怎么可以没有礼物？我讲团队吼真歹心嘛，有当时啊，我讲一年啊340几天啊，354天，我讲350啊，350，多少？一年啊364天吼。65天啦吼，母亲节1天啊吼，一年啦364天吼，会使拢莫煮饭，叫是团队吼，有一天一定爱煮，迄天是啥物天？今仔日母亲节一定爱煮，吼，都毋知有够伟大呢吼，互恁安尼痛哭流涕，这就是人的安那，人的这个心嘛，主啊求主怜悯啦，我无要互阮的囝逝世，感觉真愧疚。所以我有当时心会被污染。恁看我，我母亲节呢，我会讲母亲节阮兜冤家上厉害，因为毋知要食啥，5个人有6个意见，因为有一个过病。主听咱嘛用安尼来听人，因为耶稣为咱来陪命，咱要来实现伊所教咱的，咱要安怎才会使彼此相听？哎呀，真简单，咱甲上帝来连接。敢若树啊，拄则有讲，咱若甲树啊扑讨机，迄机足细机的呢，免烦恼，心平安。咱会听会生出来。咱若是啥定定来照主的命令，主就安那要领咱，就甲咱伫地祝福，就甲咱伫地。咱彼此来相听，咱的结果就是互人认出咱是主的门徒。咱彼此相听就是一个记号，一个听的记号，是一个代表信主的人是要互人祝福的喜乐会当得到满足，这是咱一个真大的祝福。彼此相听，咱虽然爱付出代价，付出代价会痛苦，迄是暂时；付出代价，咱的辛苦总是咱会受到祝福，是比这搁较大。咱的喜乐会满满，有极大的祝福是要互咱。这个祝福佮应允是一定的应验的。耶稣甲你讲真的，甲咱讲真的，因为伊经了咱。咱是毋是决定，互主竞选了后，咱有安尼身份，咱有绝对有安尼能力，但就看你。甲我愿意吗？愿意去爱吗？我们愿意像学耶稣一样吗？由上帝来帮助咱，互咱有听心，而且咱这款听心是顺转的，所以咱爱来操练，咱来实践上帝互咱的交代，这个交代命令是要祝福咱的。你若无去实践，这个祝福甲你没有关系。你要跟祝福有关系吗？你要跟祝福连结吗？你要跟神连结吗？喜乐吗？我们这个礼拜有小组，咱这礼拜有小组，咱要讲彼此相听中间上大的困难是啥物？咱要安怎落实这个新的命令？绝对有困难，咱相挺好吗？咱伫困难中，咱三角斗阵来行，敢好？而且咱有一个靠山，上大的靠山，惊啥物？互咱教会诚做听分享教会，咱三角来祈祷。阿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遮济。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实现你所交代阮的大使命、大诫命，互阮去听人，阮来当去实践大使命，去传福音，互四周围的人，互阮的教会。主，你的名所设立的迦南基督教会，阮会当真做听的教会，分享的教会。阮安尼恳求感谢，主阮要斗阵用主，你假是阮的祈祷文，安尼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遭阮离弃，就救阮出离迄个歹，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